企業最驚唔係賣唔出，係死貨、退貨、次貨、IMA、過期貨、殺滿倉，唔單止要交貴租，仲隨時面臨銷毀嘅龐大費用。過期唔代表企直接亂咁鬥，點樣銷毀先至符合法規？咁多 IMA 配件要做報廢，有冇人可以幫手回收？燒蟹仲要有埋燒蟹證書。過期化妝品同埋有保質期嘅物料，應該點樣安全消費？煩死人啊！你見到啦，呢度死貨囤積成咗山，資金積壓，倉庫租金又高喎，再唔處理，好快連營運都困難。睇下份報告，諗辦法清貨先。